在数字艺术和设计领域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正在重塑创作的方式，特别是图像生成方面的突破。Midjourney 作为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生成平台，以其独特的技术和创意潜力，吸引了全球众多设计师和艺术家的青睐。这篇文章将深入探讨 Midjourney 的背景、技术原理、应用场景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影响，并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潜力。Midjourney 的背景与创建。Midjourney 成立于2021年，旨在利用 AI 技术推动创意和艺术的边界。与其他类似平台相比， Midjourney 的设计理念更加重视用户的创作自由和艺术表达。它的创始团队由一群对艺术与技术充满热情的专业人士组成，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平台，让更多人能够轻松创作出高品质的艺术作品。Midjourney 的技术基础主要依赖于深度学习，特别是生成对抗网络 GANs 和变分自编码器 Viz。这些技术使得 AI 能够从大量的图像数据中学习，捕捉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视觉元素，进而生成全新的图像。AI 技术的运作原理。Midjourney 的核心技术在于其强大的算法。用户只需提供简单的文本提示 ，AI 就能根据这些提示生成与之匹配的图像。这一过程涉及到以下几个步骤：文本解析，用户输入的提示首先被 AI 解析，理解其意图和关键词。这一步骤对生成图像的准确性至关重要。特指提取 ，AI 从数据库中提取与文本提示相关的特质，这些特质可能包括颜色、形状、风格等。图像生成，根据提取的特质 ，AI 生成一幅全新的图像。这个过程涉及大量的计算，通常会生成多个版本供用户选择。反馈机制，用户可以对生成的图像进行反馈 ，AI 根据反馈进行调整，不断优化生成效果。这一系统的灵活性和智能性使得 Midjourney 能够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，从而创造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。创作过程的便捷。在传统艺术创作中，设计师和艺术家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幅作品，而 Midjourney 的出现则显著提升了创作效率。设计师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输入提示，就能得到数十幅不同风格的图像，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。这种高效的创作过程吸引了许多设计师，特别是在广告、品牌设计和数字艺术领域。这些领域通常需要快速反应，能够迅速生成多种视觉方案，对于客户需求的快速满足至关重要。Midjourney 的灵活性使得设计师能够在短时间内探索更多的创意方向，这一点在现代商业环境中尤为重要。艺术风格的多样性。Midjourney 的一大亮点在于其能够生成多样的艺术风格。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，从传统的油画、水彩画到现代的数字艺术、街头艺术等，几乎无所不包。这一特点使得 Midjourney 成为了许多艺术家的灵感来源。许多设计师在使用 Midjourney 时发现，它不仅是一个生成工具，更是创意的催化剂。当他们面临灵感枯竭的时候，通过 Midjourney 生成的图像往往能够激发新的想法和创作方向。在设计过程中，这种灵活性和多样性大大提升了创作的趣味性。社群与交流。Midjourney 不仅是一个图像生成工具，还是一个活跃的社群平台。用户之间经常分享自己的创作，讨论技术和风格，这种交流促进了创意的碰撞和合作。社群中的作品展示和比赛活动，鼓励用户展示自己的才华，提升技术水平。此外 ，Midjourney 社群也会定期举办各种挑战和活动，吸引更多的创作者参与。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，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。
在这个充满创意的环境中，许多设计师和艺术家建立了友谊，进行了跨界合作，这些都丰富了整个创作生态系统。6. 艺术创作的伦理与法律问题。随着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，艺术创作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。许多艺术家对 AI 生成作品的版权问题提出疑问，特别是当 AI 使用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作为训练数据时，这引发了关于创作权和知识产权的讨论。Midjourney 在这方面也面临挑战。平台需要在促进创作自由和保护艺术家的权益之间找到平衡。为此 ，Midjourney 的开发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，开发更具透明度的算法和使用规范，以维护创作的合法性和道德性。7. 未来展望。展望未来 ，Midjourney 的潜力仍然巨大。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，这一平台有望提供更高质量的图像生成服务，并引入更多的功能。例如，未来可能会整合 3D 建模、动画生成等新技术，使得用户能够在更广泛的创作领域中发挥才华。此外，随着更多的设计师和艺术家进入这一领域 ，Midjourney 的社群将会更加多元化，这将为艺术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和创意。未来的 Midjourney 可能会成为一个多功能的艺术创作平台，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，都能在这里找到灵感，实现自己的创作梦想。8. 结语。总的来说 ，Midjourney 作为一个创新的 AI 艺术创作平台，正引领著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创作潮流。它不仅提升了创作效率，还在风格多样性和社群互动方面创造了新的可能性。尽管在法律和伦理问题上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，但 Midjourney 的未来无疑充满了希望与潜力。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，这一平台将在未来的艺术创作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，成为一个无可或缺的创意工具。